国政府，维吾尔人要感谢政府。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集中营在国际上一直饱受争议。就在几周前，所谓自治区人大正式修改法律，将这种营地称为执教中心，予以合法化。然后，中国官员公开表示，这是免费办学，学员既学习又实践还增收。中国当局声称，多数受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影响，涉嫌犯罪但情节较轻，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可以免除刑罚的人员，在依法宽大处理的同时，通过职业技能教育培训机构向其提供免费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他们关押在哪里？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斯坦以职业技能培训名义下设立大规模集中营，并关押了数百万无辜的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中国政府在全力封锁消息，包括距今和海外有联系、有可能泄露消息的东突厥斯坦人士。目前被关押者的亲戚不知道他们到底关押在哪里。在一个拘禁中心任职的一名警察说，最初建立在城市里的营地，然后迁移到无人的地区，包括囚犯在内，谁都不知道他们被关押在哪里。维吾尔人离开家乡，却无法离开恐惧。3年前，当中国加剧对维吾尔人的镇压的时候，一对夫妇加入了从东突厥斯坦出走的维吾尔人行列，最终来到了瑞典。在瑞典的避难申请被拒绝后，他们整天生活在恐惧之中，担心被驱逐出境，最后被送进那些拘禁营。维吾尔人面临着来自中国当局和接纳国的一系列压力，像瑞典这样的东道国已经接纳了许多逃离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冲突的难民。阿布迪卡蒂尔·亚森和他妻子几个月来最担心的是接到一个通知他们必须离开瑞典返回中国西部的电话。俄罗斯国防部长警告美国，俄罗斯国防部长拉绍伊古对美国退出中导协议问题警告说，如果在欧洲部署导弹，这将会导致严重后果。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29日在会见到访的希腊国防部长卡梅诺斯时表示，北约的军事活动让俄方担忧，俄方希望与希腊开展军事合作。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强调，如果美国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俄罗斯将不得不瞄准那些接受他们的国家。美国对沙特阿拉伯的制裁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新闻秘书萨拉桑德斯在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我们正在寻求沙特阿拉伯当局对记者卡舒吉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被谋杀事件给出正确的解释。他说，政府正在讨论不止一个的制裁选项，我们会在决定时宣布。